古装题材的电影一直很有市场，尤其是国产古装武侠片有许多粉丝捧场。国外的古装片是也经常给人意外的惊喜。那2026年上线的古装电影有哪些呢？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6年最新古装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热映的古装佳片，也有正待上映的古装新片，一起来了解下吧。寻秦记，寻秦记是由华策天津影业、天下一电影2018年共同出品，黎振龙执导，古天乐、林峰、轩轩、郭仙妮、滕丽明、唐诗咏、林家栋、白百合主演的古装穿越科幻片。该片延续剧版《寻秦记》的剧情，讲述了21世纪的香港 G4 精英项少龙、古天乐是穿越时空回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寻找秦始皇的故事。手遮天，手遮天是刘文普执导，为君子担任总制片人，刘丰超、袁福福、淳于珊珊、刘恩尚等主演的动作犯罪电影。影片讲述底层捕快薛不疑，刘丰超是因耿直遭排挤10年，在赈灾营失窃案中沦为替罪羊，后受老师黄世宁、淳于珊珊是搭救，与师弟李振、袁福福是联手对抗官场权谋的故事。影片将硬核动作与暗黑官场氛围相结合，采用冷兵器打斗和阴郁肃杀的视觉风格，延续青刀快马影业精品硬核武侠的创作路线。情缘曹雪芹，情缘曹雪芹是由梅子编剧并执导，欧阳奋强担任监制，王小艺、王玉凤领衔主演，于2026年1月16日上映。影片聚焦于文学巨匠曹雪芹丰富而深邃的情感世界，从其生命经历中撷取动人篇章。电影不仅通过曹雪芹与生命中3位重要女性方清、荷香、云媚的动人情感交织，细腻展现了她的深情与胸怀，也刻画了她与敦诚、敦敏、于锦莲、徐桓等友人之间真挚而深刻的友谊。标人，风起大漠，标人，风起大漠是由袁和平执导，苏兆斌、杨紫编剧，吴京、谢霆锋、李连杰、于适、王宝强、佟丽娅等主演的古装武侠片。该片改编自许仙哲同名漫画，讲述了行走于西域大漠的镖客刀马接下了一个目的地为长安的护镖任务，由此开始了一场牵动天下命运的旅途的故事。木婉听仇杀，木婉听仇杀是由袁孝志担任导演和编剧，柄本佑、渡边谦主演的日本悬疑电影，改编自永井沙耶子同名时代小说。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江户之居町一桩血液复仇事件为起点，少年局之助当众手刃仇敌的一举成为坊间美谈。1年半后，自称局之助亲属的武士总一郎柄本佑是为查证复仇真相来到剧场，在与目击者周旋过程中，逐步揭开表面完美复仇下不为人知的隐秘纠葛。呼啸山庄，呼啸山庄是由埃莫拉尔德芬内尔自编自导，马戈特罗比兼任制片人，雅各布艾洛蒂主演的电影，于2026年2月13日在北美上映。该片改编自艾米丽·勃朗特的同名小说。影片聚焦18世纪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围绕恩肖家族和林顿家族之间紧张且具有破坏性的关系，讲述郭尔西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恩肖之间充满激情与悲剧的爱情故事。与王生活的男人，与王生活的男人是由张恒准执导，刘海珍、朴智勋、刘志泰、田美都、金敏等主演的韩国历史剧情电影，于2026年2月在韩国上映。影片以朝鲜王朝第6代国王端宗被流放至江原道宁越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采用史剧题材呈现相关故事。该片通过朝鲜时代的历史脉络，聚焦端宗被废除后的人生轨迹，展现其在流放地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转折。鬼的新娘，鬼的新娘是由池田千寻执导，永濑廉、吉川爱主演的日本奇幻爱情电影，于2026年上映。影片以妖怪与人类共存的世界为背景，讲述大学生东银柚子吉川爱是因长期遭受家人冷待陷入绝望，意外被鬼龙院一族少主林业永濑廉是选为新娘，两人由此展开跨越种族的命运纠葛。在妖怪世界中，被选中的新娘对妖怪具有唯一性，林业认定柚子后将终生只爱她一人，这段关系彻底改写了柚子的人生轨迹。八府巡案，八府巡案是由李敏执导并编剧，
北京飞宇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备案制作的古装喜剧电影。影片由李琦、玉晓东、刘明阳、李嘉诚、戈斌、吴迪迪等主演，其中吴迪迪饰演角色胡子。该片以八府巡按巡查永昌府为背景，讲述永昌知府误将骗子认作巡按并汇送银票，反将真巡按下属囚禁。巡按最终查明知府罪行，知府潜逃后于荒野被捕归案。澎湖海战。澎湖海战是由郑宝瑞执导，杜嘉译、李丽丽、贺醒担任编剧，王学圻、杜江领衔主演，易烊千玺特别主演，侯文元、罗一舟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改编自1683年清朝澎湖海战历史事件，讲述了康熙22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统一台湾的战役故事。预计将于2026年上映，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为呈现海战场景，剧组在无锡搭建了占地近3万平方米的露天栏目摄影棚，并自主研制了7组电脑数控运动平台。